究竟我哋點樣建立一個正能量嘅社會呢？其實咧係需要對於意義啦、痛苦啦同開心呢啲概念咧係有一個轉化。喺一啲比較古典嘅價值取向入邊咧，其實可能一個人嘅歡樂同埋苦難咧並唔係個重點啊。例如古典嘅希臘哲學咧就係好重視 virtue 呢個概念，或者例如去到比較近代嘅哲學家康德等等啦，佢都話其實人生係需要對道德有個追求啦，係需要將其他人去當成一個 ends 而唔係一個 means 咁樣去處理。喺呢個過程嗰度，我哋會面對好多 struggle。人生嘅苦與樂咧係正常嘅，亦都係需要被調適嘅。但係當我哋講話要有正向教育嘅時候咧，呢啲苦難同埋歡樂嘅意義咧，某程度上係被扭曲咗。我哋將傷心當成一啲唔應該被接受嘅，正向 be positive 係我哋應該追求嘅境界。歡迎大家4月26號之前嚟上環 WMA Space 參加藝術家黃慧賢嘅寶安娜與佳德新村展覽，一齊喺充斥正能量嘅社會之中，尋找屬於自己真實嘅希望同埋情緒。